安平元年，经国真宗皇帝年少继位，此时燕云之乱余波初平，正旁土列，狐裘芒戎，各路诸侯均对江山社稷虎视眈眈。放眼九州，一派民生困苦，百业凋敝。好狗不挡道。二叔母，你叫谁二叔母呢？你不过是我大哥在外和青楼女子生的私生女，哪有资格叫我二叔母啊？叫二夫人。是二夫人。瞧你那个倒霉样，真是浪费粮食。我看将来没人敢娶你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做主把你嫁给那个养马的王大光，也算是替你死去的爹做件好事儿。二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我不要嫁给那个王大光。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父母早死了，当然是我来做主啊，哪容得下你说个不字啊？哎呀，你看你把我新做的衣服给弄脏了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夫人，别跑，往哪跑？了，夫人，外面有个大官说要求见。大官，快请啊！他说，我就是这位。他说他等不及了。妾身白氏见过大人。你，莫喜，你受苦了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圣上新封的京兆尹，莫喜是我要娶的夫人。莫喜，这帮渔夫竟敢如此对待你，说，你想怎么对付他们？为夫替你做主。莫喜啊，我的好侄女，我错了，我错了不行吗？哎，别，不是的啊！啪啪啪啪阿娘，你看看我这身衣裳，它都旧了。阿爹，你就给我买身新的吧。哟呵，天天买，你不是刚买完衣服吗？哎呀，儿子最近应酬多，衣服是门面。等着，谢谢阿娘。哎，给。阿娘，我还想再买点书。书你不用买，你天天输，你就没赢过。哎呦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儿子都回头了，你还忍心苛责他？那给。谢谢阿娘。阿娘啊，我最近读书读的有点多，很辛苦，身边也没有个细心照料的人，我想再买个侍女。买侍女？应该的。起来。啊，我这儿没钱，有人伺候他，我也好放心。给，谢谢阿娘。傻孩子。阿爹，阿娘，先生们的束修改教了。阿娘，又来个要钱的，学你娘。走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是啊，这女孩子家学那么多干嘛呢？浪费钱。但是，大哥他赌博喝花酒，你们都给他钱，我上学就不行吗？儿子是要传宗接代的，你个姑娘家怎么能比呢？凤瑶，不行，不必担惊受笑。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哇！嘿嘿嘿，你对你堂姐也太好了。哎，那我们那份呢？叫他们抬进来啊！整个白家上下只有凤瑶对我最好。想想你们平日是怎么待我的，再想想有没有你们那份儿。我们那是激励你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瞧瞧你，现在不是变成人上人了吗？嘿呦，那可真是太好了啊！不用谢。你瞧瞧，这些是什么呀？什么？这些是白鹏坤在外面所欠的债务。
现在可都让我给赎回来了。我现在呢，是你们白家最大的债主。不对，来，凤瑶，拿好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好好的教教你阿爹、阿娘、阿哥，什么叫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别哭了，闭嘴！我叫白墨喜，是个爱做梦的女孩。刚刚那是我的人生理想，但至于能不能实现，我目前还不知道。但我是这出戏的角儿，既然是角儿，应该不会太差吧？姐姐，我饿。行行好，给，谢谢谢谢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？因为所有的角都是这么做的。但这样的角太多了，也不差我一个。再说了，我自己都吃不饱，凭什么给他们？你说说你，有手有脚，四肢健全，干嘛不去干活养活你女儿啊？非要在这沿街乞讨？我以前也是大户人家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什么都不会可以去学，再是大户人家那也是之前的事儿了。你看看我，帮路边的柳爷爷扫地，他给了我1文；帮蒸饼摊的阿良招呼客人，他给了我1文；帮茶肆的李夫人烧水，他还给了我1文，3文钱，正好换了1包羊肉。我行，你为什么不行？靠人接济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你要学会靠自己。谢谢。看什么？没你的，赶紧找活干去吧。瞧，就算是好人，我也是不一样的好人。想知道我的故事吧？来，跟我来。好肉须得配好饭呢。哟，这不是莫喜小娘子吗？你的饭呀，才刚做好。咱们得快着点了。是啊。大家把饭先放着吧，老爷和夫人带着郎君小娘子要去吴相爷府上。你们几个先过来，把这笋抬走，快点啊！相爷府，我还没去过相爷府呢，去见见世面也好。我们是杨柳街白家的，车上还备有一些薄礼。哎，相爷说了，两家是故交，无需多礼，里边请。哎，快过来搬东西。你是？我跟他们是一起的。啊，请。
文台贤弟，你我两家本是世交，平日里就应该多多走动走动。我前阵子因为朝廷诸事繁多，多有怠慢。哎呀，就当赔罪了。岂敢岂敢！我一个区秘书郎，岂敢承担如此厚待？那位小娘子是凤瑶吧？哎呦，还真是呢。记不记得上回见她呀？她还在襁褓之中呢。没想到出落得如此可人意呀！我们这等闲散人家，哪比上夫人您的小娘子呢？凤瑶，你且走近些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快去呀，快去！吴家的郎君刚入冠之年，这该不会又是相看儿媳吧？见过吴夫人。罢了罢了，快坐。今日实则是吴夫人的生辰，吴相爷清廉赐金，才不曾昭告世人，只设下这寻常家宴。白家妹妹既是有才，不如为夫人献诗一首，可好？这是夫人的生辰呐，我们真该受罚，竟然不知了。不过凤瑶年纪尚小，学识浅薄，未必能当场成诗啊。白夫人过谦了。若是凤瑶有此雅兴，只管写来。承蒙夫人抬爱，那凤瑶便献丑了。你看，好，拿笔墨来。他行吗？相爷家的厨房好吃的太多了，和白家一比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！远山清扫，对镜中，明月相照，落花空。不畏霜寒，凭纸笔，一任流萤，笑春风。早前便听闻夫人在闺中时擅长丹青笔墨，有永续之才。凤瑶唐突，想以此为咏，献诗给夫人。凤瑶才疏学浅，笔漏之处还望夫人莫怪。喜欢，你看“一任流萤笑春风”，深得我意呀。来人，把我上个月新打的那套首饰拿过来。是。锦溪，锦溪，哎，你这孩子好端端的，怎么却席而去？我才看不得那个低门矮户家的女儿得意，仗着自己会吟两句诗，便在吴夫人面前出尽风头。你呀，便是太过于争强好胜了。阿娘，你明知道我对吴家郎君……傻孩子，这吴夫人她即便再爱才，她断不会让白凤瑶这六品闲官之女去当她的儿媳的。那吴夫人这是……我们家有个亲戚，在相府办差的。他说，近来风头正盛的北朔大将军陈文德以平乱为由，四处攻城略地。吴相啊，担心他日后的势力日益强大，便想以联姻之名交好他。可是吴夫人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因而想认个义女。阿娘，您是说，吴夫人想让白凤瑶带吴家小娘子嫁与那个陈文德？听说他是山匪出身，动不动便要打杀人命的。您是？救命啊！救命！白凤瑶若是嫁与这种人，哼，吟诗，只怕连命都没了。什么人？抓贼人！抓贼人呐！
见一个黑衣蒙面的男人，不走。走，这边，快，快！你也在被人追吧？你答应我件事儿，要不然我现在就喊出声。走，喂！你到底答不答应？我可真喊了。喊呢？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拼了最后一口气也要喊出声。来！这边。真够狠的呀！说吧，要依你什么事？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？我要你往设宴的内堂送封信。信？你有纸笔吗？有啊。你干嘛？写吧。写就写。吴家想你，待嫁陈文德。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白秘书郎的侄女。你别偷看。求人就这般态度？那你要我什么态度？难道还感恩戴德三规矩扣吗？今日我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他日再相见，新账旧账一块儿算。这可是荆州城最好的匠人打造的，最适合你这般年纪的小娘子。真是标致。多谢夫人。这孩子呀，我越看越喜欢。白夫人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我想收凤瑶为义女，不知白夫人意下如何呀？哎呦，凤瑶得到夫人如此厚爱，那是她的福气呀。凤瑶，赶紧拜见义母。叫义母，快呀！怎么回事？相爷府上竟有宵小如此放肆，传下去，搜查全府。是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走。哎呀，凤瑶，快！凤瑶，你怎么了啊？我心口好疼，头也好晕，我好像是刚才吓到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今日宴会被刺客所扰，难免扫兴。先散了，下次再见啊。那，我们改日再来啊。阿娘，妈娘。哎呦，来，吓死了！凤瑶，别怕啊，现在就回家啊！来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在聚贤楼约了朋友，我得去打个招呼。哎呦，一声啦！阿娘，我同窗叫我去他家中有事，有事。这，哎呦，这两个人一个样，气死人了！走，真是的，哎。方才吴夫人刚要收你为义女，哪知道却发生刺客这档子事，这真是好事多磨。阿娘，我不想认吴夫人做义母。为什么？这两家虽是世交，但也不常往来。我若是贸然认亲，阿爹会被人议论成攀附权贵的。岂有此理！我省吃俭用送你去念女学，你好的不学，
金钱酸乳那套假清膏照搬个10成10，你想气死我啊？阿娘，你莫动怒，这阿爹在朝中为官也是要注意官声的，若是这样，会让人觉得太过谄媚。你阿爹只是个小小的秘书郎，他哪谈得上这些？他一把年纪了，平日只知道和那些闲散同僚轻谈，一头钻进金石字画堆里。要不是祖上恩荫，朝廷早就将他罢免了。不若吴相能给他安排个正经差事，我也好逼着他上进呢。还有你大哥啊，他想进国子监，这些都要吴相和夫人的提携。你倒好，在这装起清高来了，连送上门的富贵都不要。凤瑶，过来。不曾发热，看来是真的受了惊吓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嗯，阿娘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凤瑶，嗯，今晚好好歇歇，明日和我一起再去相府。这回可不许再出岔子了。莫邪，莫邪，莫邪，难不成睡了？莫邪，今天那封血书是你写的吧？我的字你还认不出来，是你教的呢。可不是嘛，短短的几行字就有3个错别字，谁还能写出那么多错别字啊？多亏了那些错别字，我才认出来是你写的呢。不过今日真是多亏你了。我也是正好听到了那几个婆子在议论，说陈文德是个大恶人，那我当然不能让你嫁给这种人啊，自然要赶紧告知于你。谢谢你啊，莫邪。但是刚才阿娘说明日还要去，这该怎么办？不怕，我有办法。黄大夫，我们家小娘子如何？阿娘，不碍事的。我们不是要去吴相府啊？哎呦，罢了罢了，你都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再去吴相府？伺候好小娘子啊。是。夫人，令千金大汗淋漓，脉象却是紊乱飘忽，似有若无。据医典上所说，病人七情伤至，眼神无力，似还是因受惊吓伤了根本。那要如何才能好转？当以静养为主，万不可再受惊吓，尤其是不可再去先前受惊之地。还请夫人谨记。哎呦，那真是无妄之灾呀！那他这病情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啊？这病千万急不得，万一再受惊吓，轻则留下病根儿，重则神志错乱呐。哎呦，那还是算了吧，一切等他病好了再说。我先派人送信去相府致歉才是。小娘子，您这是？黄大夫，你说的很好。喏，这是凤瑶小娘子给你的。老朽受之有愧，
白小娘子体热异常，脉象惊人，老朽也看不出缘由。小娘子，你事前让我如此说，若是出了岔子，可如何是好啊？这事儿您就莫管了，反正呢，这是我的独门秘技，告诉您可就不灵了。您不是还要开方子去吗？快去吧。那个，我想睡一个时辰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莫喜，你可算来了，都把我热死了。莫喜，你让我在胳膊底下垫这2颗鹅卵石干什么呀？你用胳膊使劲压着这鹅卵石，这脉象就会紊乱，四时有虚，大夫都查不出来是怎么回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我娘啊，和她院子里的娘子们惯用的伎俩。若是不想见人的时候，就用这法子瞒天过海。竟是如此。你刚才那些话只许对我一个人说，知道吗？可别在外面乱说。知道了。若是被别人知道我是青楼女子所生，又学会了他们这些伎俩，肯定要瞧不起我的。莫喜，凤瑶，我的好堂姐，只有你不嫌弃我。这白家上下的人见了我，都跟见了瘟神似的。但我可是爱憎分明的，他们瞧不上我，我还瞧不上他们呢。只有你这个傻子一心一意的对我好，所以我断不能让你跳入那个火坑的。好啊你在哪儿学的这么油嘴滑舌的话呀？你快去那箱柜子里面把水晶狮子拿过来吃。好嘞。好甜。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相府怎么说啊？啊，怎么说？吴相爷和吴夫人听说凤瑶生病，问得很详细，还让我带回来了上好的人参和药材，等过几日要来探望凤瑶。哎呦，这怎么敢当啊？看来吴夫人她是真爱呀，这也是我们凤瑶的福气。吴相爷还跟我说起了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？我这么一直装病能行吗？你就先装着吧，实在不行你就装晕倒，一次不行就2次。那相府认你做义女是找你去填坑的，但如果你是一个动不动就晕倒的病秧子，那就不是嫁人，那就是嫁祸了。那个叫陈什么的大官，肯定也不乐意啊。相府他们肯定也不愿意得罪他。但是我这么一直病下去，我娘肯定着急坏了。得了吧，你二娘关心你是没错，但她更关心她夫君和她儿子的前程。你在她心里的位置还得少少呢。莫喜，我有个同僚和相府上的人交往甚密，他听说吴相爷收凤瑶为义女，是想让她代嫁北朔将军陈文德。是个将军，那是好事儿啊！你每次能不能听我说完再表态啊？那你快说呀！这个陈文德是个山匪出身，凶名在外。万一凤瑶嫁给他，他要是起了反心，起了贼心，那岂不苦了凤瑶？哎呀，
原来是个反贼呀！哎，真是黑心黑肺，舍不得自己家的小娘子去受苦，居然想让我们凤瑶去填那个火坑。古人早就说过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古人同不我妻呀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别古人的了，什么时候了还在掉书袋？哎呦，相府送了那么大堆名贵的药材，这是铁了心要我们家凤瑶代嫁了。要不然我们回绝了他。那以后别说是升迁了，连你现在秘书郎的职位也保不住了。哎，你就算了，反正这半辈子我也没指望过你什么。可是坤然的前程怎么办呢？以你的官品，根本就不能够让他进国子监。吴相好歹答应帮他疏通入学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真是都怪我呀！这孩子怎么办呢？都怪我呀！凤瑶，我可提醒你啊，我知道你关心你阿娘，但如果相府真的许了她什么好处，她真的是靠不住的。你胡说，你就胡说，你整天都胡说。夫人来看你了。啊！哎，快躺下，别起来啊！阿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好养病啊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还要一起去相府呢。吴夫人还等着认你做义女呢。阿娘，这是何意啊？阿娘是有点舍不得你。哦，我带了乌鸡参汤，你待会儿喝啊。凤瑶啊，你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，以后也别光顾着念什么诗词歌赋，要学着点女戒女则里的温婉贤淑，懂知进退。阿娘和吴夫人正在为你相看亲事呢。阿娘，你要把我嫁给谁啊？要把我卖到吴相府吗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？这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哪有人像你这样追问的？记得把鸡汤趁热喝了啊！莫西，说，我是陈文德派来的细作，1个月前潜入相府，目的就是搜集相爷的动向。那天晚上潜入我府里的人究竟是谁？就是他，陈文德。侯爷，接着。拉我一把，小心点。好。侯爷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出大事了！别慌啊！我与各州刺史联络的密函被陈文德给盗走了。侯爷，我是奉您之命啊，欲以联姻之名与陈文德交好，没想到他抓住了敌方的大将，拿到了我与他们联络的证据。侯爷，之后呢？
这小子在我府里安插了细作，恐怕他要向皇上弹劾于我呀。如今他又带兵入京了，您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啊，侯爷，说说呀。这天下本该是有德者居之，他既不肯与我等为伍，逆天而行，那就是与我为敌啊。吴兆入京，来得正好啊。你派人去传个令，告诉城里所有的守军，就说他陈文德谋反了。这次我让他来得去不得。告。哎，侯爷，您说您这千金贵胄，您这是何必呀？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明白。你莫再转圈了，这事情还没定呢。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做什么？但我阿娘的话你也听到了，那又怎样？只要这迎亲的队伍没到门口，这事儿就做不了准。我还能如何？凤瑶，我们跑吧。看一看，新鲜的羊肉，好香的羊肉啊！快快看一看，新鲜的羊肉，小男孩，看看羊肉，男孩们，好香的羊肉啊！放起来，放起来，羊肉，给你，新鲜的羊肉，男孩，请，钱放这里。好嘞。你看，从后院这围墙翻出去，走过2条巷子就到大街了。到时候人来人往的，谁都认不得谁。我们只要混迹于中，不会被任何人找到的。你放心，那里有棘手。我不能丢下家人一走了之。他们都要将你发卖了，你还护着呢。那是因为吴相的威严，我阿爹阿娘不得不从。你胡说！白家世代为官，就算是没落了，也有不少亲戚故旧。那姓吴的就算再嚣张，也不会杀了你阿爹阿娘啊！他们就是为了贪图权势富贵。你呀你，你叫我说些什么好？什么声音？这是怎么了？明德侯和吴朗一党欲诬陷陈文德造反，不想却被陈文德的军队打败。为了防止陈文德上达天听，将他们的罪证公布，他们挟天子
及文武重臣逃离荆州。就这样，忠君爱国的陈文德成了谋逆叛国的反贼。哇，这金朝颜长得好英俊啊！就是啊，哇，好英俊啊！他身边的女子怎么这般粗俗？就是，还没我们好看。我是夫人，我要优雅，优雅。都给我让开！夫人，我此生此世只爱你一个。回来了。那个陈文德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怎么了？哎，我听说那个陈文德刚把身上赶出荆州，就已经开始在城里烧杀抢掠了。烧杀抢掠算什么？还有更甚的，他派人去六部搜罗名帖，凡是和那个吴相爷交往过的，轻者捉拿归案，重者满门抄斩呐！哎呦，那这跟你这个闲官也没什么关系嘛。即便他是乱臣贼子，也不能把满朝文武全杀了吧？之前是没惯练，可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和吴相爷交往吗？哦，他认定我是他的同党。这个吴相爷，他现在跑了，我们倒了霉了。他要你怎么样啊？我跪着求他呀！我把凤瑶的事也和他讲了，他居然嘲笑我，侮辱我，说你那个小娘子我不要了，就捐1000匹绢吧。1000匹绢，这是要咱们倾家荡产呐！要是不交，我和庞坤就要入狱。哎呦，这是人在屋檐下，任人宰割呀！咱们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儿呢？是啊，我们白家世代为官，可是那官越做越小，看起来风光，实际上已经门庭败落了。现在还要被罚没1000匹绢呢，1000匹呢！我们的家产可要被掏空了呀！白家时运不济呀！手脚麻一点！快点！完了，兄弟，一下全搬空了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别全拿走啊，兄弟！快点！哎，这是我传家的宝贝，这是我传家的宝贝，你给我留下这个，你给我留下这个行不行啊，我兄弟啊！我兄长才墨，你就带个小女娃来认亲。我听说你是出身在花街柳巷，花街柳巷，哎呀，一定不是什么正经人去的地方。莫喜，去叫二叔、二叔母去呀！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老爷在城郊
给我们母女俩置办了宅院，我们在那儿住了1年有余了。如果这么说，那宅院是我们白家的了，我们该收回来才是啊。只要能让莫喜认祖归宗，宅院定会归还。实不相瞒，我得了重病，大夫说我活不长了。可怜莫喜小小年纪就没了娘亲，求二位可怜莫喜吧。好在莫喜是你们白家的骨血，你们看着，莫喜长得多像老爷。不哭莫喜，莫喜像爹。哎，别着急认亲，我倒是听我兄长说过，有个外室，这我也没见过呀，这不好确定。老爷可怜我们母女俩，临终前留下了这个。我走了之后，这就是莫喜的嫁妆。只要你们能让莫喜认祖归宗，宅院和这传家宝我都归还白家。只要能让莫喜认祖归宗。要是再敢阻拦，莫怪我们陈将军无情！闪开！兄弟，就给我美的一件，快来，后面跟上！一件还不行，其他都拿走。哎，兄弟啊，后面麻利点，快点！哎呀，装车上了，装车上，那是我的传家宝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收了我阿娘的东西，却不曾好好对我，现如今还是归了别人去。该是你的总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终归也留不住。人都死哪儿去了？饭怎么还没来啊？想饿死人啊！一个二个都是乌龟王八蛋，岂有此理！这发霉的蒸饼是给人吃的吗？你们自己怎么不吃啊？给狗都不吃，活该被抄了家！一群黑心的东西！唉。这是小娘子让我给您送来的。这是她的午饭吧？我不要，拿回去吧。小娘子说她那儿还有一碗豆腐羹，她吃那个便够了。您胃口大，那东西都是汤水，怎么能吃得饱呢？白家都穷成这样了，我吃这发霉的蒸饼就算了，正经小娘子的东西都这么寒酸。刚刚被罚了1000匹绢，夫人说家里没几个钱了，要省着些。那也不能让人都饿着呀。再说了，这二叔不是还每天都出去会朋友、买古董吗？你们家大郎君这学术也没停啊，凭什么旁人就得省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回去跟凤瑶说，让他给吃了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扔了。客官，您看看，来，歇歇脚吧。站着啊！把他们几个带回去，严加审问。凭什么抓我？我犯了什么错呀？散布流言，还敢喊冤！大家快看，走！北顺县有乱抓人了！闭嘴！快走！老板，哎，来3两。算了，2两羊头肉。好几天没宰羊了，这剩的羊头肉啊，可膻腥的很。那没办法，我穷，就这么多钱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之前对面那卖胡辣汤跟蒸饼的铺子呢？世道不太平啊，这不刚打完仗吗？我们想着好好做几天生意，结果呀，
这大早起的，军士就在抓细作，在这打了起来。哎，那细作抓着了没啊？没有，跑了。这世道兵荒马乱的，这城门现在严查，我羊肉都运不进来。我看我这摊儿啊，也该歇了。哎，老板，那儿还有一块呢。来，谢啦。快看看那细作是不是往那边跑了？这边。兄台，你这姿势不难受啊？莫喜，你受苦了。我是圣上新封的京兆尹，莫喜是我要娶的夫人。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。小娘子，我心悦于你，是为你而来的。真的吗？这个人满身是血，难道他是那伙北朔兵要抓的人？这是什么呀？难道是金庭？龙什么君？这么多血！你靠一下吧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你可别误会啊！
我脱你衣服是要跟你疗伤的，你可别多想。这是何地啊？这是我家啊！你爬上我们家的院墙，然后昏迷了过去，居然还来问我。事出紧急，是在下蒙冷了。敢问小娘子尊姓大名？我叫白墨喜。多谢白小娘子救命之恩。敢问令尊令堂何在？令尊令堂，就是我阿爹阿娘的意思呗。他们早死了。那小娘子，你是孤身一人住在此处？我是不是一个人住在此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是我救了你。你若是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小心我打掉你的狗脑袋。那能否请小娘子替我买些伤药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看我像歹人吗？还不知你是何性命，就这般差使我。哎，扫地的，可曾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这个人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店家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哎，小娘子，要买药吗？哎，店家，你这儿最近可有身材壮硕的男子来看伤？未曾见过。那便好，此人是陈将军的要犯，若是见到，请赶紧来报，少不了你的赏金。啊，好。看仔细了啊。那个人是个要犯，我窝藏他，万一要是被发现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女人啊！好你个泼辣的小娘子！我且问你，你一大早慌慌张张来这医馆做什么？莫不是窝藏了什么要犯吧？满大街的男人你不去搜，女人看病你偏偏要看，怎么的？想调戏本娘子吗？你这泼辣小娘子，你是不怕死吗？你们那个陈将军是陈文德吧？我可告诉你，他跟我叔父可是至交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明天你就要掉脑袋。店家，您这最贵的大夫在哪？娘子里边请。娘子里边请。这黄大夫就在里边。多谢店家。哟，黄大夫，好久不见啊！这荆州城可真小，又碰到您了。哦，这不是莫喜小娘子吗？哎呀，你看你这身轻体健的，没有什么毛病。黄大夫，我想请您开个金疮药，顺便再开个补血的方子。金疮药，补血，病人怎么了？刀上失血过多。刀上？哦，那说不准是那些军士们正在通缉的要犯啊。这您就不必管了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嘛。来，这个刀剑之伤，看似是表面伤，说不定也有内伤。老朽这医馆里啊，药也不齐全，要不我让药童再到外面抓几味药来啊。哎，您不会是想告发我拿赏钱吧？莫喜，
小娘子，你小声些。夫人要是得知你又来找莫西小娘子，又该恼了。小娘子，我知道了。莫西，莫西，我给你带点心来了。如今叛军占领了整个荆州城，就凭你一个弱女子，惹得起他们吗？啊？您觉得北朔军最大，他们是阎王不好惹，那我就好惹是吧？就只通缉要犯，那可是死罪，只要老夫喊一声，那你的小命就没了。黄大夫，你也知道，这北朔军的头领是那个陈文德陈将军，那不知道您还记得吗？我堂姐当时装病逃亲，是您给做的假，她当时要逃的亲呐，就是这位陈将军，所以呢，您一早便惹过他了。现在呀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您大不了就出去喊，反正我就全招了，谁都别想跑。老朽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听说这位陈将军啊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。这事要是让他知道了，别管什么主犯从犯，那都得看。所以咱们现在呀，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您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那现在请药开方这种小事儿就麻烦您啦。好说好说。莫西，什么声音？奴婢不曾听到有什么声音啊。这莫许又去哪儿了？如今的荆州城可今非昔比，这么危险还到处乱跑。小娘子您放宽心，莫西小娘子她一向聪明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小娘子，您身子还没大好，还是先回去歇着吧。夫人待会儿来看您，若见不到您，又要发脾气了。这便回去。对了，待会儿回去之后，你一定把这双鞋藏好，莫要让阿娘看见了。小娘子，这鞋可是您最贵重的一双，鞋头的海珠可是3两金呢，怎么少了一颗？不知怎么的便不见了。如今家中不富裕，阿娘又着急上火，你可千万不要让她看见了。哦，奴婢晓得了。竟与那双鞋上的一模一样。这长乐院，就算重新开张了，那也是偷偷摸摸的。这丽花楼索性连门都不开。现如今，这荆州城有什么意思啊？白兄，忍耐些吧。这些叛军啊，没将荆州城给屠了，便算是祖宗积德了。何况，这丽花楼就算再销魂，哎，你难不成还想像以前一样日日流连啊？我可是记着，你们家被罚了1000匹绢，你要是没钱了，这帮小娘们啊，那可是翻脸无情啊！哟。哎，白兄，别走啊！还生气？这儿玩不了，咱们去别的地方玩吧。白兄，哎呀，白兄，白兄，快开呀！快点，快开！快开呀！
走，快点，走，岳德福说啊，你说对呀，给钱。我内急，你等我，等我，你不会说想跑吧？这不是莫喜吗？平日里不常见，竟出落得如此水灵了。还给你，我没花1分钱，便叫大夫给你开了药。小娘子，你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日后定当报还。可依着悬壶济世本就不易，你还是将这钱还回去吧。没事儿，那大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抓住了他的痛脚，不仅没收钱，还亲自给你抓了药。小娘子，我知道你我相交尚浅，但有一句话我还是得讲。偷盗强抢，不但触犯王法，还会招惹是非，害人害己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盗强抢了？不知好歹！傻瓜，蠢货！说谁是贼？说谁是强盗？谁是强盗啊？我可不是，莫爷。是你啊！你把门开开说话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这么见外呢？虽然咱们平日里不常见，但怎么着，你也得唤我一声大哥才是。你姓白，我可是连白家家谱都上不得的，我没资格喊你哥。哦，你是想入家谱，认祖归宗，是不是？这事我能问，我跟我二娘说一声就行了。替我办事儿？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但二叔母可不是好说话的人，你要怎么替我办呢？这不说我是你阿哥吗？再说了，阿娘最疼谁呀？我呀。我只要跟阿娘说，不对，我找个道士跟阿娘说，就说你的生辰八字利于我白家，这样的话，阿娘一定会就糊弄5迷3道的，那自然就会听我的。办这事儿吧，就费点劲儿。那就多谢阿哥啦。虽然费点心、费点力、费点神儿，可是想让你帮阿哥一个忙。什么忙呀？你今晚在这儿别走，行不行？我晚上来告诉你，行吗？就这一个忙。说好了啊，晚上等我啊。晚上咱就在这儿见，大哥晚上来找你。说好了啊。这人肯定没怀什么好心，我得提防着点儿。你怎么用我煮饭的锅熬药啊？先前还老是昏倒呢，如今都能站起来熬药了。早知道你体力这般好，就该让你自己去看大夫。你不是说我是贼吗？
那你现在还赖在贼家里混吃混喝的？事出突然，实在想连累小娘子了。这个你先拿去用，不够我回头定会补上。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假惺惺的人了，表面上说的好听，实际心里根本就是看不起我，什么贼啊、偷啊的帽子都往我头上扣，就让你算我倒霉。要好了，赶紧走吧。这哪儿啊？这味道也不好。哎呀，平时没人来，就我来这儿，没事儿。咱们不是去找你妹子吗？我妹妹啊，她那性格啊，贤良淑德啊。我也是读书人，我喜欢。都温柔，都温柔的很。那咱赶紧走吧。那钱呢？都快到了哦。这你放心。哟，走啊，快到了，很温柔，我妹妹特别温柔。你看，我妹妹啊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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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喜，哎，这人谁啊？先把这放下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大哥我的知己好友，郑郎君。你看他家财万贯，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。而你呢，也过了及笄之年，大哥呢就给你物色了这么一位如意郎君。莫西，莫西，你要是觉得合适，你俩晚上就可以攀谈攀谈。在下也是读书人嘛。白凤坤，哎，你这是把我卖了呀？你这话说的，大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。那我还得谢谢你喽。哎，没事。贤良淑德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吗？不行，我让你使唤，打我主意，打我主意！不可再节外生枝，须得赶紧混出城去，向楚将军汇报。让你使唤，让你使唤！站住！干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哎，好。我说你贤良淑德。衣服给我脱了！我爹说了，你可以打我，但不能侮辱我。哼！你等会儿，帮我把腰带解一下。好。脱了，接着脱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侮辱我，看不出来吗？啊！你看，也脱了。这件脱了，再脱不合适了。脱，我脱啊！是他逼我的，他收了我的钱。白坤坤，站住！哎呀，没想到白鹏坤这个草包有这么多提起私货，现在都便宜我啦。哎呦，都能上梯子了，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。既然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赖在这儿骗吃骗喝的呀？
小娘子若不介意，在下愿余生常伴左右。好漂亮的眼睛，眼睛里有我。挺拔的鼻子，好好看。不行不行，受不了了。小娘子，是在下唐突了，能否再多收留我几日？我这又不是客店，而且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我凭什么收留你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告诉你，本娘子现在也有钱，不差你这点儿。啊，看你清楚了。这是方才我抢了我堂哥的。为何要如此对他？我乐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倒是你，不是说好喝了药就走吗？为何还不走啊？那让我来猜一猜，肯定是你出门碰到了叛军。也是，你现在呢，腿伤未愈。如果碰到了叛军的话，那就像是小鸡碰到了黄鼠狼，只有送菜的份儿。再放眼这荆州城啊，也没人敢收留你，只有我了。小娘子的救命之恩，在下脱险之后，定会100倍、1000倍的报偿。金挺若是不够，我这还有一件物事可以拿去点卖。如你所见，我现在偷盗强抢惯了，本娘子现在手头富裕的很，不差你这点儿。那小娘子究竟要如何呢？我要你跟我签下一纸婚书。哎呀，急匆匆的趁人把我换回来，哎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成天和你那些同僚在古堡斋厮混，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呀？哎，我又不是去喝花酒，我一个文人喜欢点金石字画，盘个手串，这也不犯法呀。那花销起来可比去青楼要多得多。那我去青楼，你敢？我这身体也不答应啊。那些古玩字画，你根本就分不清真假，还抢着去当冤大头。你自己去账房瞧瞧，这个月又预支了多少？我不听你唠叨，我也不跟你犟。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回房休息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坐下。这可是关乎咱们白家祖宗基业的大事儿。看，正因为你赋闲在家，我们的花销全仰仗城外的田租了。这下好了，那些村汉明目张胆的不交租子了。那也不是我让他们不交租子，那叛军现在盘踞在京城，进出都不方便。那些种田的汉子，他们就觉得白家现在管不了他们了，他们就造反。还不是听说咱们得罪了叛军，被罚没了大笔家财，这才蹬鼻子上脸起来。这事要是以前多简单，报官便是。这现如今朝廷都跑了，报官有甚用？所以说呀，这不就急着叫你回来想想。你还记得吴相请咱们赴宴那件事吗？他当然记得，不是要咱们家的小娘子替他女儿嫁给那个陈文德。陈文德就是那个叛军的首领啊！对，你去向陈文德请罪，就跟他说，你跟那个吴相不过是点头之交，从来就不是一心的，他不过是想利用咱们的女儿待嫁啊！陈文德一听肯定会大怒，你就趁机向他表忠心，说愿意把女儿献给他做妾。你说什么？婚书？
是啊，我这个院子也没人来，你可以好好在这休养。等养好了身体，我再送你出去。而且呢，我对这附近极熟，随便抄些小路就可以溜出去。那些叛军就跟无头苍蝇一样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呢？我也不要钱，就要这一纸婚书。真是荒唐！终身大事岂能儿戏？我也知道，像你这种大家出身，肯定瞧不上我这种又没爹又没娘，看起来又凶又穷，觉得我不是偷就是抢的。但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喜欢强人所难。一纸婚书换你平安出城，你自己选吧。小娘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之前确实我言语鲁莽，冲撞了你，我在这里赔个不是。小娘子孤身一人本就不易，又为了我劳力劳心，我愿与你签下1000两黄金的欠条，来日必定奉还。但婚书之事，还请莫要说笑。1000两黄金，听起来还真是诱人啊！1000两黄金，那加起来都可以把我压倒了。但我这个人是属倔驴的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而且这1000两黄金现在可是没影的事儿，还是把婚书签了最实在。我不过一介武夫，行武之人朝不保夕，你又何必跟我开这个玩笑呢？你怎么会是武夫呢？你比我长得还好看些，比我先前见过唱戏的伶人还要俊俏。我跟你签婚书，可一点都不亏。可是强扭的瓜不甜。谁说强扭的瓜不甜？你扭过吗？还说你强抢过民女？我不过就是要一纸婚书，我也不会用它逼你娶我，更不会拿它胁迫你什么。对你而言，这不过是一张纸罢了。小娘子，你尚未出嫁，何必为了一时义气跟我牵扯不清呢？不行，只能用婚书换。哎，你想都别想！你怎么居然想得出来把女儿嫁给别人做妾？可他现在占着整个荆州城，他才是城里说一不二的人。要不说你们这个头发长的就是见识短呢。那陈文德现在是风光，可是你没看吗？啊，金国气数未尽，圣上和大臣们正打算召集各方秦王大军打回荆州城。那到时他只不过是个乱臣贼子，这个船绝对不能上。你要是顾及这个，我倒还有个法子。你说，咱们白家的小娘子，可不止凤瑶一个啊。白家的娘子，你太老了吧？啊，你不是你，啊，不是，你是说那个莫喜？他不过是青楼外室所生，我们白家养了他这么多年，让他随了那个陈文德，也算是够体面的了。就算将来陈文德落败，那跟咱们，哎呀，我真是恨不得你个妇道人家呀！对呀，他不在咱们家这个家谱上啊。他是随了他娘的姓。唐，与我们何干？你个人才呀！我娶了你，真是我的福气呀！所以你要惜福呀。惜，我惜，我可惜了，我多可惜呀！你想清楚了，只要一纸婚书是吧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，你笔墨拿来。这些还是凤瑶之前用剩下的，凑合用吧。
你这写的什么呀？你边写边念给我听。家贵，年久成立，未有婚垢。有闻白家莫喜，色德兼备，倾慕之至，难以名言。斩败未由，但增翘枕。故存阴好，愿结良缘。敢以离情托若不起，助听加密，干不敬从。你叫家贵，那你姓什么呀？在下姓万。万家贵，白莫喜，名字也很般配嘛。你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嚣张，你喜欢我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反正你现在签了婚书，那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也不要求你娶我。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莫喜，你还没睡吗？凤瑶来了，你快躲起来！快！莫喜，莫喜，我看你烛火还没熄，就过来找你。凤瑶，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慌慌张张的。没有啊。手怎么了？是不是手受伤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哎，有老鼠！凤瑶，老鼠！我看看。哎，凤瑶，我知道老鼠，这么大一只，这么大？怎么会呢？我帮你抓。现在天黑了，怎么能抓得着呢？等明天天亮了，你跟李婆子他们说，让他们派人来抓。也好也好，那你今晚去我那儿睡吧，我正好有些话想同你讲。那你快去洗漱吧，等我把火熄了就去找你。去吧。好好好，去吧，快去吧。那你快点啊。好，小心点儿。出来吧。我不要，我今晚去凤瑶那儿住，你自己好好休息吧。我不过就是要一纸婚书，我也不会用它逼你娶我，更不会拿它胁迫你什么。对你而言，这不过是一张纸罢了。这小娘子究竟意欲何为？下三滥不入流的迷药而已。莫喜，莫喜，你个赔钱货！我这就把你送给郑郎君，看你怎么反抗！阿娘！
喜，莫喜，莫喜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怎么了？你院子那边出事儿了，阿娘和李婆子他们都过去了。走。你说，你把大郎君怎么了啊？大郎君，我一直在凤瑶这儿，没见过大哥。那大郎君怎么在你的院子里出了事儿？莫喜从昨天开始就一直与我在一起，大哥出了事儿，跟莫喜有什么关系？而且大哥为什么要去莫喜的院子？要不说这事儿离奇呢，你收拾一下，有话到夫人面前去说吧。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是发现温家贵了？我陪你一起去。见过二叔母。莫喜啊，彭坤常上你那院里去吗？大哥不去我的院子里啊，他从来都不会去的。他在你那院里被人打伤了。啊！但我昨晚跟凤瑶在一起，一直都没有回去。而且大哥是个男人，人高马大的，我怎么可能打得了他呢？是啊，阿娘。大哥伤得严重吗？他是怎么说的？莫喜昨晚确实是和我一起睡的，而且莫喜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能伤得了大哥？有的事儿啊，你根本就不……彭坤现在怎么样了？回夫人的话，大郎君现在好些了，只是鼻子破了，怕再出血，仍需躺着。那就好。走，跟我一起去问问彭坤去。我们白家可容不得这种肮脏事儿。我今天一定要把案子断一断，看看是谁在暗中伤人。希望他机灵点，打了人以后赶紧跑。走。阿娘，别碰屁股，我屁股上挨了一脚。哎呀，别怕啊，阿娘在。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白莫喜，说，你屋子里头到底藏了什么野男人？他去幽会了是不是？哪里的话？昨夜3更时分，凤瑶还去过我房里，大哥冤枉人。莫喜说的属实。你闭嘴，听你大哥把话说完。阿娘，昨天晚上黑灯瞎火，我刚一进屋，唰，一个黑影从我面前过去了。我越想看清他是谁，他越打我眼睛，打完我左眼，打右眼，就照我眼睛打。你看他把我眼睛打成什么样了？打完我眼睛还给我屁股上来了一脚就跑了。我刚刚才琢磨明白，屋里都黑，我眼睛亮啊！白莫喜，你跟我说，你屋子里头是不是藏了什么野男人了？啊，还敢幽会，你胆挺肥啊！现在是不是？但昨天半夜3更，你去莫喜屋子里干嘛呀？哎，阿娘，凤瑶，你先回屋去吧。小娘子家别掺和这种事儿。阿娘，不行，大哥遇袭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蹊跷。如果说查不清楚，我也无法安心的。莫喜啊，你屋里藏着人，自己心里有数吧。现在这都是自己人，趁着家丑未曾外扬，你自己招了吧。二叔母，可我真的是不知啊。不知？好你个不知！将军，昨日抓的那几个细作，正是叛变我们的孙茂等人。他们奉了吴朗之命，除了在城内散布谣言，还冒充我们北朔军四处抢掠。他们是故意想抹黑我们，想让我们不得人心。这老狐狸还不消停呢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有留守荆州城，以防其他叛军作乱，同时向圣上上书，陈述我们的清白。对了，传令下去，
全城加紧搜索，一定要把伪装成我们的细作和散布谣言者统统给我抓起来。是，将军。哎，对了，之前逃跑的那个细作抓着没有？将军恕罪，目前还没有找到他的下落。不过他受了伤，应该还在城里，属下一定会把他抓回来。你下去吧。启禀将军，秘书郎白文泰求见。他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下官叩见威武大将军。哎呀，这么着急求见，是不是家中发现了什么宝贝，要给我充作军饷啊？正是。啊不是，北高将军，自打将军对下官惩处之后，家里的财产被掏一空，地儿掉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！就是家产被掏空了。下官家里也是上上下下有老有小，好几十口人，现在都揭不开锅了。所以下官斗胆来恳请威武大将军，能不能把那1000笔卷归还下官？你吐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回去呢？哎呦！禀夫人，那人抓住了。真的？好，这是在虚言恫吓，诈我来着呢。怎么可能？我那房间那么小，哪能藏得下人呢？你把他叫来跟我对质。嗨，怪奴婢说话说了半截儿，那是昨天晚上吃坏了肚子去解手的婆子，是下人们抓错了。啊，抓错！阿娘，昨天晚上难道我是被鬼打了不成？啊，鬼吗？鬼打我！怕了？说吧，我会重新发落。好，我说，我那院子里头好像真的有鬼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没胡说，我有时在那院子里头坐着，突然天上就掉下个小石头砸到我脑袋，或者我有时在屋里面，半夜3更的，我就听到有人在叹气。你在那院里住了那么久了，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啊？我哪敢提？我那院子那么破，我房间又那么小，我一直说想换来着，你们也没人搭理我呀。这要是真有鬼，怎么从来没有害过你啊？哦，我儿子一去就被打成这样。我也不知，但是我在梦里，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人跟我说，他说他被白家冤枉了，一直被关在那儿，他要报复姓白的。许是我不配姓白，一直跟我阿娘姓唐来着，所以他一直未曾害过我。阿娘，你不会真的被他唬住了吧？住嘴！哪有鬼嘛！莫贤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是。哎，阿娘，阿娘，你别让他走，阿娘！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下官不敢呐。下官与那乌郎也是不共戴天，势不两立呀。他逼着，他强迫我把女儿嫁给你。不过说回来，我能够成功的混入吴郎府，有你的功劳。一大家子去赴宴，给了我潜入的契机。
那1000匹绢，罚的就是你，对吴朗阿谀奉承。该罚，这么说来，真是该罚。将军，但我还有一事，想向您禀明。说，白家虽然现在家境贫寒，但是诚信是我们一直要恪守的。既然白家已经答应了吴郎将小女许配给将军为妾，虽然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但是做出的承诺是不会变的。下官还想将侄女嫁于将军，请将军首肯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将谁许配给我？侄女。侄女？侄女。我怎么记得嫁给我的是你的亲女儿，不是你的侄女啊？家女上次宴会下出心机，至今卧床不起。她生性懦弱，她不配伺候将军。不配？不配！我呸！哎呀，哎，我倒听说你女儿是个书呆子，你那个侄女儿倒是有那么点意思。有，可有意思了。我是白秘书郎的侄女。那将军这就算同意了。白大人，你都这么诚心诚意的把侄女儿嫁给我了，我岂能不同意啊？哦，感激涕零，感激涕零，这他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将军用膳，将军用膳，您继续用膳，一家人。继续。我军务繁忙，你先滚吧。啊？滚呐！哦，谢将军。哎呀，这朝中的官员们，个个都是如此的阿谀奉承，这江山社稷如何稳固？难道真走了？原来你在这儿呢。莫邪，莫邪，你等等我！你跑那么快，你是生我阿娘的气了吗？我哪敢生二叔母的气啊！他可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若是我得罪了他，只怕连干蒸饼都没得吃了。我阿娘那也是关心则乱。再说大哥半夜跑到你房间来，肯定没有安好心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你也是，长点心吧，别叫你阿爹阿娘给你卖了还给他们数钱。你又胡说！你赶紧回去吧，让你阿娘看到你在我这儿，又不知怎么说我了。哦，对了，李婆子把你屋子抄了，是不是把你零钱也收走了？我上次给你的珠子卖了多少钱？还有富裕？那珠子啊，我藏在了床底下，他该是没翻到。那便好，你将那珠子卖了便是。若是还缺钱，我那还有一个。你慢些，慢点，慢点。莫谢小娘子，我错怪你了。
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拿了凤瑶的珠子，才苦口婆心劝我不要当贼吧？是我心思狭隘，错怪了你，险些成了恩将仇报之人。看在你这么诚恳道歉的份上，我就不与你计较。但是也难怪，像你这种官宦子弟，原本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出身卑贱之人，所以理所当然把我当贼喽。不是的，你看似凶悍，实际心地善良，是我以貌取人，有眼无珠。但这是我蠢笨，并非你出身的缘故。况且，我也不知道你出身如何呀。你这是安慰我呢，还是挖苦我呢？哎，昨天晚上你听说了没？莫喜小娘子院子闹鬼了。啊，陈伯，帮我拿2屉馒头。好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就拿给你。嗯。哎，来，慢着，你一个小娘子怎么能吃这么多？我多吃点怎么了？我那院子偏僻，平时也没什么人去。我一个人吃饱可不行，说不定啊，还有像狐啊、鬼啊什么的来偷吃呢。哎，来，你可仔细，谢谢陈伯。他那院子当真闹鬼啊？真的？你可别吓我！别说了，赶紧干活。先前因小娘子的堂兄惊动了白宅上下，你倒好似一点都不担心，不怕白二夫人发现吗？放心吧，他最近不会再来查我了。不只是他，整个白家的仆役跟侍女，只怕都不会来了。现在整个白宅都煞有介事的在传我这院子闹鬼之事。你呀，又动了什么鬼主意？我这院子很早之前住着白家上一代的偏房，莫名触怒了家主，便一直被关在这儿，关了10几年才死。但这事儿已经过去20几年了，白家上下都把这件事给忘了，唯独白二夫人还记着。你猜为什么？这亏心事与她有干系？没错，我那去世的祖母，白二夫人的姨母，他们姨甥关系最为亲密。那个小妾也是为祖母所不容才被害的。她若是变成鬼，那第一个要报复的肯定是跟祖母有血缘关系的白二夫人。只怕我二叔母现在战战兢兢的，哪敢来管我的事儿？这些也是凤阳娘子告诉你的吧？你看，我猜。好了，我们该出去溜达溜达了。去哪儿？街上可不太平。你不是一直想逃出荆州城吗？既然你已经签了婚书，那我也不能含糊呀，我得尽快做好准备，赶紧带你出去。放心吧，在荆州城我可是地头蛇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我阿爹生前的衣服，你可别嫌旧啊。这个时段巡街的刚过去，我们赶紧去街上采买些用物，顺便给你探探路。你果然对这附近很熟悉啊。那是自然，我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。我阿娘出身青楼，我阿爹一直不敢把她带回白宅，所以都在这附近租房子住。我自小啊，就是在这巷子里玩大的。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我们要去的街市到了。先前这人来人往的，我出来逛个街，荷包都怕丢了。你看现在都没什么人了。整个荆州城逃出了10多万人，没逃出的也缩在家里不敢出来。待各地秦王的大军光复荆州城，一切便会好起来。你可不要再说什么圣上啊、光复荆州城这些话了，别人听到我们要倒大霉的。店家，帮我称1文钱这个。好嘞，小公子。
这儿。谢谢。好嘞。这是黑米青梅条，很甜的，你尝尝。看你一心急着出城，就知道你没胃口吃。我先前不是答应你了，去买些用物吗？我们走吧。你帮我拿着。王店家，进来可好啊？本来生意就不怎么样，碰见你了，我还能好？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是帮你介绍买卖来的。他想要出城，是行务出身吧？你也是行家，我也不问你是哪家的势力，也不管你是想出荆州还是想进皇城，想打我这儿过。5两金。50两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除了我王二，还有谁敢接你们这单生意？有点不妥，我们先走吧。告辞了。有叛军，我们分开走。叛军啊！叛军来了！你们几个去那边守着。是。这位小娘子，站住！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？相府一别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今日我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他日再相见，新账旧账一块儿算。原来是你。现在街上还不太平，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做什么？与你何干？陈将军面前竟敢如此无礼！你就是那个陈将军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跟镜阶虎一样，人人见了都怕你。大胆！我第一次见这小娘子，她便是这样无法无天。告诉我，你一个人在街上做什么呢？放开我！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！既然你说我是大魔头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把白家上上下下拉来砍头。你要砍就砍，反正我姓唐，我又不姓白，他们的死活关我屁事。不怕他们死，那你自己也不怕死喽？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还是个3刀、5刀，怕不怕？我说便是了。我就是来买些巴豆跟泻药，
买药，去医馆便是了。到街上来干什么？我害怕呀。我上次本来想着去医馆买一些治拉肚子的药，结果就碰见了你这些手下，他们就一直抓着我盘问，我就不敢出来买。我就想着看看路边有没有生药铺，一个也没看到。怕盘问，更是心里有鬼了。药买给谁呀？我要买巴豆给我哥吃。哎，有趣。我都告诉你了，你可不能告诉旁人。巴豆太麻烦了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另外给你2味药。什么？鹤顶红乌头，1碗下去，保证你们白家上上下下4个精光。行了，你走吧。站住！小吴，去医馆买些巴豆，送到白宅给这位小娘子。是。那就多谢陈将军的美意了。不用客气。下回想要下药害人，尽可以找我。鹤顶红还是无头，本将军全能给你搞来。去吧。我真是境界物吗？没伤着你吧？没事儿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还好你没冲出来。那姓陈的手底下有那么多人，就算你能以1敌100，那我们也会白白送命的。我身为龙香君，自不能连累你们这些无辜百姓。你若因我落入敌手，我岂能不救？你呀，就是个傻子。他的意思是，假如我刚才要是有一点点危险的话，你放开！放开他！莫西，从今往后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方才顺路买了羊肉和馒头，再不吃要凉了。我们快回去吧。没事吧？
我扭到脚了，我伤到了右腿，你伤到了左腿。那我们2个就互相扶着回去吧。吃吧。谢谢。你先吃吧。瞧你这吃相，定是大户人家出身，都饿成什么样了，还这么拿乔装相的。哎，你有多久没吃到肉啦？自从被叛军追捕，我一直不敢停下来，只在你这儿吃了些干正品。瞧你这言谈举止，就知道肯定是大官出身，没想到竟还要受这份罪。你来荆州城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？这是机密，不能说。你们这些男人遇到大事儿，就是不跟女人讲。不过眼下你要想出荆州城，只怕是有些困难了。这是为何？那个王二，平日不过是暗中把一些财物送出荆州城去转卖，还有些出逃的奴婢、私奔的男女也都找他。你路子倒广，三教九流，龙蛇混杂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在白家连饭都吃不饱，平日不过占些便宜，你让凤瑶接济我一些，日子才能过得下去。不过凤瑶也没几文钱，平时她都是把一些闲置的首饰给我，对外就说是丢了。白家人其他人无情无义，凤瑶娘子对你倒是姐妹情深。那当然啦，凤瑶这个小笨蛋虽说是笨了些，但对本娘子可是没话说。对了，王二说要50两，他平日也这般狮子大开口吗？平日去找王二的都是一些嚣张的贼，都是偷了宫里或者主家的东西，哪里会值50两？而且他平日最多只要2成，撑死了几两金。许是叛军管得严，出城困难，所以坐地起价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他直接不干就好了呀，干嘛还要开这黑店？我觉得他这是叫守株待兔，就等你这种傻兔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与叛军沆瀣一气？你醒醒吧！如今那个什么陈文德的叛军已经攻占了荆州城个把月了，圣上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打过来呢。这是的，百姓们都不把他们当叛军了，都把他们当作管着荆州城的官兵。休得胡说！你慢点儿。疼。怎么了？你想烫死我呀？他们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，是不是？你想烫死他呀？粗手粗脚的，下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小丫头屋里头明明藏贼了，说不定她还养了个野汉子，
你怎么就不管啊？你看他把我打的，你看，好了好了，都快好了嘛。你呀，收收你那莽撞性子吧，一天到晚横冲直撞的，万一招惹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屋里头有鬼不成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更何况，你祖父当年那个小妾，真是死在那个屋里的。你们啊，就是被那个小丫头给耍的，就这样转，你们天天就是给她耍的。你给我长点记性，少往莫喜那儿凑。娘，不是他打我，他把我脸打成这样，你不管。没事了，你少装了。你呀，爹已经跟陈将军讲好了，要把莫喜献给他做妾。啊？真的？莫喜在这个家待不了多久了，你又何必去招惹他呢？那丫头命挺好的，一招麻雀变凤凰了。莫喜要被送去做妾。如你所说，王二既与叛军有干系，专等着要潜逃出城的人找他，于是便开了个天价。寻常销赃的都会望而却步，只有真正的探子才愿意出这笔钱。王二靠不住，我认识的那几个混混，也都被叛军捏在手心。这处处都是陷阱，怎么样才能让你顺利逃出荆州城啊？哎，莫喜，有人！快！慢点！莫喜，莫喜，怎么了这是？我阿爹阿娘要将你许配给陈文德做妾。春雪，你先下去吧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进来。是。坐这儿。快，你先拿上这些东西，赶紧逃跑。为何不走？我先前是因为有我阿爹阿娘，我怕连累到他们，我才不走的。但你不一样，你照顾好你自己便可以了。眼下荆州城都在叛军的手里，我能走去哪儿呢？那你也装病，就找上次那大夫。你不是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这次不一样。那个姓陈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，名声早就传扬出去了，哪还有大夫敢来为我做证说谎呢？那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个姓陈的，如果真要我去伺候他，我定让他终身难忘。莫喜，你千万不能冲动。我的事你就别管了。这些东西你拿好，你的首饰剩的也不多了，以后省着点用。这些年，我也不知道占了你多少，日后再慢慢还吧。凤瑶，若是没有日后的话，下辈子就让我来当你姐姐，给你洗衣做饭。莫喜，我打算再探一探四方的城门守卫，看看有什么破绽可循。你若是不怕危险，便与我一同走吧。你若真是有法子，先前就不会伤得那么重。你这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难道你真的甘愿留在荆州城给陈文德做妾？我呸！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他若真是要硬吃的话，我非得磕掉他几个门牙不可。你又在发什么呆？没什么，
就是觉得你还是笑起来好看。莫西娘子，陈文德如今势大，你即便有心计，也无法与之抗衡，倒不如一走了之。好，我愿意同你一起走。那我们得想法子怎么先出城。走之前，我得先让我二叔他们一家把他们欠我的东西都吐出来，顺便再打探一下情况。听说你有话要跟我们说。二叔、二叔母，听说你们要把我献给那个陈将军？这婚姻大事儿本来就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轮得到你来指挥？哼！哎，越来越放肆了。二叔母，您可别忘了，我姓唐，根本没上白家族谱，可算不得白家人。哼，这会儿不装疯卖傻了，看来是翅膀硬了，敢顶嘴了。哎，莫喜，这一切是因为你娘的贱籍之故。出生在花街柳巷，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。所以想把你纳入白家的族谱，这事儿的确有点难。你看你从小这么大，一直吃啊喝呀用的，把你拉扯到现在，只因为你现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才给你张罗的这门亲事。你们口中的亲事，就是把我送与人做妾？那你们可真是对得起我九泉之下的阿爹呀！哼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。你是外室所出，你阿娘出身青楼，像你这样的身世，哪个贵州之家的郎君愿意娶你啊？现在陈将军掌管着整个荆州城，这说不准将来就是封疆裂土的王侯。你要是嫁给他做妾，那是你的福气。这福气我可消受不起。再说了，您把这话说得这么好听，那这福气我得让给凤瑶啊。她若是不肯，您娘家不是还有好几个侄女吗？你太放肆了！你们想把我给卖了，还想让我给你们数钱？莫喜，你这个样子太粗鲁了，根本就不像白家的小娘子。你要是这样嫁过去，陈将军必定不喜。我说过了，我姓唐，不姓你们白家的白。虽然你的出身并不光彩，但是现下既然你要嫁给陈将军做妾，自然会让你进家谱的。你是白大老爷的庶女，这一点毋庸置疑哦。这给朱批红挂彩呢，是为了给他卖个好价钱，但到头来啊，还是要被人宰杀吃肉的。要我信你们的鬼话，那我还真是比猪还蠢。你这个野丫头！他拐弯骂你是猪。莫喜，我们当长辈的，不和你有口舌之争。什么猪带花不带花的，不谈这些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如何才能乖乖的嫁与陈将军。这就对了嘛，好好谈条件，总好过把我当猴耍。哎呀，我的条件啊，就3个。慢点，小心头。看着点啊。小心啊！不用进屋，放院子里就行了。娘子，放你们走。来。娘子，你看，这都是首饰。你看这货，多好呀！哎，快点啊！放那儿，来，
放下放下，把它打开吧。哎，好，快快快，后面快点啊！小心啊！哎，打开。娘子，你看，这东西都齐了，请你清点。行，东西我都收下了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都回吧，回吧啊！莫邪，你当真要嫁吗？这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。这陈家那么大的势力，你们白家上下都得罪不起。我跟你阿爹阿娘都说好了，有这些绫罗绸缎，财货傍身也不错啊。这可真不似你会说的话。你知我一向奸猾，自然不会去做这鸡蛋碰石头的事。再说了，你也知我爱财，好歹也没叫你阿爹阿娘白白把我给发卖了。莫邪，莫邪，你不要嫁给他。这个陈文德他喜怒无常，他察人不察眼的。事已至此，你哭也没用啊。莫邪，你逃吧。你不怕因为我的事牵连你全家？那我们可以想一个巧妙的法子。或许以后会有更巧妙的法子，但眼下你只怕要先帮我准备嫁妆了。你不介意把你的嫁妆先挪给我用吧？你们家剩的绫罗绸缎跟金银宝器可没剩多少了。莫邪，你瞧瞧你，还是那么爱哭。如果以后有一天我真的走了，你可怎么办才好？莫邪。快尝尝，都是大厨的拿手菜。3荤2素。你当真要去陈文德身边侍奉？他想得美。那便是虚与委蛇了。你与白二老爷谈了什么条件？让我阿娘的牌位入白家的家庙，然后把我的名字写入白家的家谱。你不像是在意这些的人。我不在乎，但我阿娘在乎。她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些。我也算是完成她的心愿了。还有呢？你怎么就认定我一定会提很多条件呢？以你的性子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确实是要了很丰厚的嫁妆，他们若是不给，那我可就要去姓陈的面前哭闹了。还未过门，便拿着鸡毛当令箭了？谁叫那个陈文德凶名在外，正好拿他吓吓他们。不过你怎么就自己出逃的事儿一点都不上心，反而来问我的事呢？虽是萍水相逢，但我相信，你定是有了计策，才会这般轻松。你真是我的知己。该是接下来的共犯同伙才对吧？说吧，你又要祸害哪个？我说的第3件事儿，便是在过门前去见一见那个陈文德。不可，太危险了。哎，日后可别惹怒了陈将军，那可了不得。
如果见不到陈将军，那我就不嫁了。到时候陈将军怪罪下来，二叔你也担待不起。说来就来，你这是犟驴不？陈将军有一盏茶的功夫见你，快去。陈将军只见莫喜娘子一人。啊，好，多担待。下去。我还是头一次进王府呢。哎，你走慢点。你叫小武是吧？是将军的亲信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将军最近心情怎么样啊？将军心情如何，我不清楚。不过小娘子，你若是继续耽搁下去的话，将军只怕会很不高兴。他生平最恨别人到得晚。你进去吧。见了本将军也不知道行个礼，都第3回见了，还是这么无法无天，没个规矩。贵胄千金这么多，你要是想纳妾，随便挑个规矩顶好的就是了。怎么嫁给我还委屈你了？容我说句实话，您现在还没当上皇帝呢，要是让我做个皇后或者是贵妃什么的，那才叫官要门楣。胡闹！谁说本将军要做皇帝了？我陈文德乃忠君爱国之士，只是被恶人诬为反贼。终有一天，我要面见君上，清君侧，陈冤情。我没读过什么书，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不懂。但我现在只知道，您把圣上赶走了，那您这逆贼的帽子也是摘不掉的。我若是跟了您，那我就是逆贼的夫人，那可是要被腰斩的命。怕了？谁怕了？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挺有意思的。今日让你来，不是纳妾之事，是因为我缺个侍女。这府上的女人都板着一张脸，没意思。那我连小妾都不如啊！怎么不想当侍女，就想嫁给本将军啊？有眼光。就怕你太能干了，连我也骗不了你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伶牙俐齿的吗？我这次来是有事想求将军您。这人还没入门呢，事儿倒不少啊。您现下占着荆州城，所有荆州城的百姓都要听您的。您要是想做什么，还有您办不了的事儿吗？行吧，有什么事有求于我，说来听听看。我想让我阿娘迁坟，与我阿爹葬在一处。菩萨保佑，望您保佑莫喜，此次能够平安度过此劫。千万不要让她嫁给陈文德。若是能应验，戏女愿供奉10盏，愿供奉100盏长明灯。本将军明白了，白宅、白家容不下你阿娘，不让他们合葬。你向本将军下令，迫使白家屈从。您可是大名赫赫的陈将军，
这整个荆州城的人都要听您的，这白家上下加起来也不敢违抗啊。哦，对了，我阿娘的坟还有白家的祖坟都在城外，您可否给我一个出城令牌？你想要出城令牌？是打着逃跑的主意吧？怎么会呢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再说了，我阿娘这坟头就在这儿，我这么孝顺，怎么能丢下他老人家不管呢？啊，出城令牌。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哎呀，你求的事儿，本将军都答应了。那是不是有什么回报啊？要不我给您做身衣裳？你给我做衣裳？你这手艺，本将军并不期待。这样吧，你过来。你过来呀，你怕什么呀？哎呀，要想做本将军的女人，得有胆量。带你练练胆去。入家谱既是你的心愿，我已经催着阿爹去办了。白家这个玉牌，是白家人自出生时便有的信物。你先前没有，如今我也替你要了来。望白家的列祖列宗能够保佑你，也保佑白家平安顺遂，再也不要有任何的波折了。我平素不信佛，但若能保他平安，我也愿去天上1000盏长明灯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这场浩劫究竟要闹到何时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审讯犯人的地方。仔细瞅瞅，他眼熟吗？北说军又乱抓人了。他原本是潜伏在相府的亲信，可惜啊，他背叛了我，投靠了吴朗那个狗贼。背叛我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凤瑶总说，易得什么什么宝，难得什么什么郎，死就死吧。哎呀，
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，原来怕血呀！胡说，谁怕血了？哦，难道是怕我？我只是讨厌你这种凶残的样子。外面人可说我是疯子，怕我怕得要命。你不怕我？就算是遇见疯子，那也不能太害怕，不然他们只会更得意。你笑什么？想你有意思，我等着你过门的那一天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吓唬你吗？你手握大权，吓唬一个弱女子，还需要理由吗？你可不是什么弱女子，你是心思细腻的小狐狸，一个不留神就上巴斗了，我能不小心点吗？记得刚才的场景啊，千万小心，别让自己落入同样的下场。你走吧。小吴，他不会老实的，找几个侍女跟着他，要是有什么出格的地方，立刻向你汇报。是。这不老实的小娘子，我倒要看看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百家这次真的是颜面扫地了。这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行了，你别唠叨了，这是陈将军的命令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可丢死个人呢。你让那个青楼女子和大哥合葬，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呢。你是死人呐！任凭那个小丫头在陈将军面前卖弄风骚，拿她的威势来压我们。哎呀，我哪想到他有这一出啊！我以为他要去见陈将军失去妖宠的，谁想到他有这鬼心思啊！哎呀，他们若是真合葬了，那个青楼女子在名分上，她就是我的嫂嫂了。我的嫂嫂啊，那真是奇耻大辱！哎呀，怎么办了？啊，我的嫂嫂啊！二叔母，陈将军的命令你们都收到了吧？文书我看过了。从明日开始，我就要操持父母合葬之事了。到时候要钱要人，还请二位包涵包涵。哎，我曼儿的意思就是听你的意思，一切按照你说的办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们都得听我的。要是我不嫁，你们全家小命难保。哼！哎呀！这可怎么办呀？来了那么多吃食的人，怎么会这么少呢？让你们伺候莫喜妹妹，怎么都聚在此处不做事？莫喜娘子锁了院门，不许奴婢们进去。莫喜，莫喜，是我。待莫喜愿意开门了，将这鸡汤端给他。是。莫喜小娘子，这下可是麻雀变凤凰。是啊。现下白宅上下都围着他转了，他还大摇大摆的要替他爹娘修墓合葬呢，真是让白家丢尽颜面。瞧他这轻狂样儿，简直连凤瑶娘子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对呀，可不就是吗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就是。
凤阳娘子特地为你送了鸡汤来，你连她也不理了吗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她。我把她爹娘气得半死，还把白家上下折腾得鸡犬不宁。凤阳娘子是个明辨是非之人，她不会将此事放在心上的。可我心里却有些不自在，这2日不想见她。口是心非。这个笨蛋，新做的白家玉牌哪有那么快？分明是把自己的那块给了我。你为了迁坟合葬，把白家上下都得罪了，难道只是为了出口气吗？迁坟合葬，可都是要出城的，你能否安然逃出去，就看这一遭了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可得做好准备。干嘛？走，去哪儿？哎，你拉我出来，便是要去成衣铺。白家也有做女工的下人，你干嘛要跑这么远？右拐就到了。我去成衣铺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了你。走。就是这家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消息出2位客官，里边请。那咱们拿起来。请。麻烦您了。谢谢您。可以了，客官。这个料子太好了，色彩这么鲜艳。为何量我尺寸？您看啊，这个袖口呢要做成叠袖的啊，好。然后襦裙一定要飘逸一些，要让人看上去就觉得身姿很妩媚。好的。这料子分明是女子衣裙所用。这套女装，难道是给我做的？您看啊，它不仅身量高，肩膀也很宽，所以这衣服一定要做的合身一些，千万不能绷在身上。好的，都记下了，娘子。嗯。过来，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？替你做衣裳啊！竟然让我穿女装，要不怎么逃出城去啊？男子汉能屈能伸，这都受不了啊！来，对了，店家，我还需要2顶帷帽，就是那种带纱巾的，大概从这儿到这儿。哎，好的。这位郎君长得挺俊，做这身衣服是拿去唱戏的吗？那麻烦您了。好嘞，我们去逛逛。2位慢走啊。走啊！我的最高，摸鞋，摸鞋。我一身血，而你却笑有春风一碰，惹得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夜，而你却笑提着灯一愣，我们筑起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灵细苦，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2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不变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，空斗陌生岁月上，余生无恙。
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伤，好不了让人难忘。红豆磨成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